嗱，今日講活性炭，咁如果大家有睇奧運嘅話咧，都知道一樣嘢叫十項全能運動員，佢又要跑，又要跳高，又要跳遠，做好多樣嘢，又要標槍，又要鉛球，佢樣樣都識㗎喎。但係佢咧每樣攞出嚟同人單獨比賽咧，佢都輸嘅。咁呢幾樣嘢係咩咧？其實佢就係活性炭。活性炭咧其實係一個好專業嘅一種材料。佢樣樣水入面嘅污糟嘢咧，佢都會將佢執走喎。但係佢又唔係話效能高到最勁嗰種，咁但係佢又無所不能。咁所以咧，呢個就係濾水器入面一個王牌嚟嘅。所有嘅濾水入面咧都會放活性炭。既然佢可以執走水中咁多唔同嘅垃圾，咁最重要係咩咧？就係佢嘅表面面積啦。佢嘅表面面積越多嘅話咧，佢就可以執得越多垃圾啦，係咪？咁呢個道理其實好簡單啫。咩為之好嘅活性炭同埋唔好嘅活性炭咧？原來相差可以好大嘅喎。如果你 check 翻咧，你一 check GPT 咧，你問佢嘅話咧，原來有啲活性炭咧係可以1個 gram 咧係去到500個 meter square 500平方米咁嘅面積，而最好嗰啲咧係去到3000嘅喎。由500去3000咧就已經爭咗6倍啦。咁所以好同唔好嘅活性炭咧，佢嘅面積就係嚟自佢嘅表面面積，可以執走幾多垃圾啦。咁相對嚟講咧，德國做嘅活性炭咧就會好好多啦。咁其實世界咧就有好多唔同地方生產呢個活性炭嘅，生產最多嘅咧就係印尼啦，有菲律賓啦，包括我哋中國同埋印度。咁而稍為要一啲精良嘅嗰個標準會高啲嘅咧，就會係日本啦、美國。而最好嘅咧，相對嚟講就係德國啦。所以你去金魚街咧，你睇下有嗰啲靚嗰啲濾水系統咧，佢哋多數都係用德國嘅活性炭嘅，因為啲魚好貴㗎嘛，大佬，我哋要保住佢條命㗎。